今日大家平安。平安。旧年要过去啊吼，我咧排最后一个礼拜日吼，真感谢上帝带咱来互咱经过前年，互咱将各位敬拜上帝，感谢主。咱是要来先来练一支歌，新圣诗198首。我若情我意大上帝，你名有传万世。你将荣耀荣光摆设伫真正以来。来，大家好。我若情我意大上帝，你名有传万世。你将荣光摆设伫真正以来。平安健康的生活，咱这时要来看一首新圣诗321首。我主，我救主，我真爱你完全，为你欢喜，踮伫我心到永远，随约拢消除。我心情白，求主甲我洗，甲我白敢若洗，白敢若洗，心白敢若洗。求主甲我洗，甲我白敢若洗。来，我主，我救主，我亲爱的完全，求你欢喜。
我真爱万岁，这是咱大人希望。咱生活，咱健康，拢爱真健康真万岁。明知我的故事，主知影，求你帮助我，解换阮误会心情，让阮来顺路，主替阮来，阮无过为你，求你帮助我，阮生爱大家。感谢三番祈祷，因为主上帝，阮感谢你，今日分别做成日子，阮来到你面前，也来领受着主你的恩惠，祝阮要用开我的心，再来通过也会谈到透放主你事实阮中间，我的心灵得到滋润，得到健康。我哋这时当阮正康阮逐人心思意念，用阮心神来敬拜而你。阮从早起的敬拜来到你面前，伊都感恩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有遮尔悬，伊的厝内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遮尔大。当离开西有偌远，伊互咱来做看，离开咱也是遮尔远。咱即时三甲来吟诗，成圣诗198首，学老心好，志大上帝。非常请起立。
这个概念做新闻做别，咱当看头前的导演片，就是你先开信息的头前面，咱三个来请。利用信息是经营听处理的上这个也是我的也是靠一个，第一个也是讲，第二个也处理经济问题，这个也是在生意的中文化，我是这个概念就是利用三个，经济我把这样利用利用三个。既然你在地理外是，假设，咱即时大家来交作英文，伊信息后壁面，咱今仔日读的题目是第58篇。咱当看头前的导影片，或者是你用开你有啥信息来，伊信息后壁面。第58篇，这是我来替请出来。关于这个代志，咱要安怎讲？上帝人咱，啥人当比例咱？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这人而生，咱就从万民也袂死活咱。这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啊！宣判伊最厉害的上帝。那呢，啥人会当互伊定罪啊？毋是基督耶稣，伊已经死，搁上帝有互伊对世人中国活。他是上帝正义，给咱理由。这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冤案，是困苦，是迫害，是妖恶。是犯者，是离者，也是惨死。照圣经所记载，你的我愿意你世界威严。我互人看做或者要去杀的牛，拢是伊遮的一切，咱靠上拢上帝，领到准。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义上是应该的动力，是应该的者，是现今也是将来，是天顶也是地的生命，也是其他的秘密。咱一声，拢无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以上，咱即是三个阿爸来祈祷。我的天父阿爸，上帝，阮感谢你的带领甲保守，尤其是你这个时，全世界疫情还阁真严重，有真侪人的因的生活、因的行动受到迫害。毋过你互阮台湾有得到搁较侪自由、搁较侪方便、搁较侪安全的环境，这是真侪国家所牺牲的。我嘛为着这享受这个福气来多多感谢你。只不过最近这疫情还阁有一寡波动，也求主你继续保守阮台湾。也感谢你，搁一摆赏赐阮机会来到教会中来敬拜你。我们从新的一礼拜完全降服为主的手中，为主你亲自来引带甲祝福，互阮所做所行，安那符合你的意思，互主你欢喜。也说中间，检察有人事无所动，或者是身体软弱，袂当来到阮中间，也求主即时保守因。我们从今仔日的礼拜，把主的面前，求主你甲阮三个教会。我来恳求甲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来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救赎万民安。阿门。就是咱请青少年诗班来献诗，而且献的诗歌是永远无分离。
真正现实版的现实吼。好，讲首上帝话，咱即时要三角来读上帝话记载的旧约，何西阿书第1章，咱要为第1节看到第11节。何西阿书第1章第1节到11节。即书你若有早拄共款吼，台语汉语本是以992字嘛。或者咱来看，咱看后面的导雅字，互咱三角来读，请。当何西阿、约翰、耶稣、以西家、约沙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囝耶罗暗做以色列王的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大卫的囝何西阿，耶和华起头对何西阿讲的话是安尼。耶和华对何西阿讲：你着你带因父母，也着对因原所生的囝，因为这地出来大兄冤，因为耶和华对安尼，伊就对带来因的查某囝，多呢，有人怀疑甲伊生一个囝，耶和华对伊讲。甲伊名叫耶稣的，因为我要我要让耶和的以耶稣的爱的人老为做，我要让以色列的保庇，到伊我要以耶稣的按这以色列的经验用，为人我怀疑生一个查某囝。耶和华对何西阿讲：该因号名罗阿玛，因为我无要搁命令以色列家，我了无下命令，总是我要命令犹大家，用耶和华因的上帝救因，毋是用因用刀、用刀子、用马，甲用命令来救因。罗阿玛。以后，有人搁怀疑生一个，耶和华讲，要甲伊号名叫罗伊，因为伊毋是我的百姓，我也毋做伊的上帝。总是以色列人，这是以海沙为留念，为上帝，因是相所在对我。你毋是我的事，将来伊也对伊讲，你是永我上帝的囝。犹大人甲以色列人要三角组织，为家己设计头路，对这个地生气，因为在做大的日。以上完上帝祝福，大家为教育来行啊。今仔日咱都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上帝好的爱情，以下时间到。听到爱情这两个字，有感觉足甜蜜的无？有吼，上帝嘛互咱爱情哦，你有想过无？有吼，上帝互咱的爱情是啥物款？甜甜的。你有互上帝爱情无？有吼。咱今仔日咱后礼拜开始要进入何西阿书，你有摕你有甲即个伫咧读的人举手。你无摕即本袂要紧，咱伫咧网络顶悬哦，嘛有，咱网络顶悬嘛有迄神农讲的进度，伊逐工拢会抛出来吼。后礼拜开始伫咧何西阿迄本书内面。好，我来问大家，看恁记忆有好无？旧年底。有一件甲这婚姻爱情有关的新闻，各位记得无？啊？哇！恁足厉害！王力宏是即个偶像艺人，对不对？吼，我有一个，阮之前有一个学姐，伊听到即个新闻，伊讲伊的心拢碎啊！我是讲你是安怎啊？你的心拢碎？吼，到尾伊头先是讲伊心拢碎啊，足疼。即个王力宏叫放闪，到尾过无一礼拜又讲，哇，即个安怎？渣男！我想讲，哇，这严重是啥物代志？我拢无伫咧看新闻，
较紧去看，哦，回头念到尾吼，我嘛惊一跳。阮本真爱听伊的歌对无？有弹过伊的歌的人举手，吼，大家拢有听过。其实伊证明是一个人讲音乐的鬼才，遮尔有才情的一个人，吼，咱会使发觉到，讲上帝圣经有咧讲，迄隐瞒的事情吼，没有对，没有不显露出，感谢，水雀长老不显露出来的吼。所以这个新闻互咱看到讲，其实毋是简单一个离婚的事件。咱会使讲，即个是整个即个基本即个整个的观念，不管是人生观、世界观，咱讲三观嘛，三观有冇听过？就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咱要讲一个婚姻观，拢总安怎错误，吼，拢总败坏，所以行为才会安尼败坏。咱即摆到底咱的即个时代的爱情观，咱的婚姻家庭。出啥物意外呢？发生啥物事故？咱讲意外事故，是出啥物意外啊？发生啥物事故？接落来时间，咱就个透过即个是咱讲即个何西阿书即款册来了解着咱上帝的爱情观是啥物。咱有正确的爱情观是对倒位来？是讲你定来看册，看迄一寡作者咧谈论爱情啊，还是你个用你家己的感觉吼，看到你的父母的是啥物？啥物款？啊，你就来学吼。我感觉咱爱对咱创造主、咱的主，互咱一点仔，互咱的观点，甲伊家己所行出来的行为，咱来了解，才会使来建造甲经营一个吼，咱甲人的感情，正确的感情，搁甲上帝的即个感情。咱今仔日要透过呢。一个三个名，一个玉，甲两个新的名，哇，这个名吼，来体会着咱的名迄种感觉，原来是遮尔啊渺小，一定爱有一个对天而来的力量，一个永远无变的即个约定，以及主耶稣基督做咱中间的即个中保，做咱时间的中保。甲咱引带，甲咱力量，咱才有可能伫个真正爱即个中间同齐建立，是上帝欢喜、得着上帝祝福的爱情，甲婚姻家庭。咱先压头来祈祷，天父，阮感恩你的面前，感谢你有即款何西阿书，互阮来了解。你对阮的听是遮尔啊有决心，以及让阮伫你的面前来回应，对你敢若凊彩无啥物感觉的事，你的心内底是遮尔啊痛苦。主啊，望你拍开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有一个受教的灵，有一个受教的心，有一个受教的耳孔。会使来听你的话，来思想，来改变阮甲你的关系，来回应你的听。感谢主，有咱的祈祷，话卡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哎，伫咧倒一罐书？顶礼拜伫咧读倒一罐书哩个？拢无人读哦。但以理书，吼，但以理书，大家有没有读到有没有？因为吼，旧约的先知吼。上帝甲因启示的话，常常是透过历史，以色列的历史甲因讲话，所以你也无去读吼，我即马讲较明白。但是因为你若对头前的迄历史无了解，毋捌去读过，你会感觉尾啊，才听遮拢看遮先知的书，你拢看甲无煞煞，吼。所以今仔日有足多的经文，就是讲着旧约的历史。用旧约古代的即个历史，甲伊的历史讲明，讲你毋通像伊本安尼吼。咱知影历史是一个教士对不吼，历史的讲话吼。而且讲到即个背景呢，第一站讲到背景，即个是发生伫个啥物？以色列吼，先嘛是叫以色列甲犹大，伊个伫个所罗门王的时阵，国家来分裂，
做南北两国。即个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吼。即个何西阿呢，伊是上帝拣选派去甲北国咧讲话的先知，所以即件代志呢，是对北国来讲的，吼，是互北国的一个警戒。那伫咧南国即边叫做犹大，伊是正统的大卫王朝传落来的，就是继续的大卫王朝，吼，王朝。所以呢，伫咧北国的即个王呢，因逐个王拢会足担心的，因为以色列人因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当过节的时阵，每一当有足侪节日，吼，节期，因拢爱转去耶路撒冷朝拜上帝。即个北国的王会担心嘛，吼，即马转去耶路撒冷，逐个拢乖搁转来领单，吼，所以即个北国的王伊做啥物代志？伊个家己设立一个金牛犊。叫金牛犊嘛，叫做吼，伊就甲讲，这就是带咱离开埃及的即个上帝，咱就来拜即个金牛犊就好啊，吼。但其实上呢，因喙内底虽然讲伫咧敬拜上帝，但实际上伊咧敬拜啥物？已经甲上帝当作是即个金牛犊伫咧敬拜吼。甚至呢，人有怨吼，甚至伫咧迄祭司。祭司拢爱对利未支派阿伦的家族出来，对毋对？北国无阿伦的利未支派人啊吼，伊搁家己凊彩敬一个吼，搁甲即个节期拢换掉吼。本来是2月14爱做逾越节，即马甲换做别个日子吼，拢伫咧改个拢改变，甲上帝本来规定的这都拢已经无共款，所以咱安尼听就知影。北国的即个信用其实是安怎？名存实亡啊，对毋对？是一点仔拢无正确啊，吼，是做标定的安尼吼。但是即个南国，对不起，好，即个南国安怎呢？南国嘛无讲介好，伊有当时啊好，有当时啊歹。咱来看伊即个经文讲的第一个，即个何西阿王。即个王本来是追求上帝，到尾来吼，伊却自大，就搬过王的即份要做祭司做的代志，伊想要献祭互上帝。即伫咧当时呢，旧约毋是王爱做的代志，是谁爱做的代志？是祭司要做的代志。所以上帝就处罚伊，互伊得到啥物？麻风病、太高病。接落来即个阿哈斯。吼，即个状况佫较严重。伊甲足侪北国，因为伊甲北国的王是亲情，所以伊甲足侪北国的即个魔像拢带来南国。叫南国的人就开始，犹大国的人，犹大即边的人就开始来拜即个魔像。刷落来即个希西家的时阵呢，有较好一点啊。伊甲上帝关系有较好，咱等下后边会佫讲吼，讲伊的代志。但是安尼整个看起来。整个上帝选民，整个以色列即个民族，毋管北国甲南国，甲上帝的关系拢哪来哪远啊，有无？吼，所以你会发觉，即个时阵因的生活是真歹害，因的国家呢，嘛伫咧足危险当中，吼，有足侪其他的国家拢会民族拢会来，安尼攻打伊，吼。即当时咱来想讲，咱会想着讲，即个有人民有稳定，搁无轻易反而受气的即个有丰盛之外，甲信息的上帝。而即个状况内底，伊要伊安怎做？伊是目睭紧紧看讲伊的百姓凊彩啦，乱互恁乱，也是讲搁恁我紧一组起来，紧一个民族起来，搁重新搁开始。吼，咱看耶和华伊对先知讲。叫伊安怎？叫伊去带一个淫妇，吼，带一个淫妇做的某。上帝第一摆对何西阿讲话是安怎？互人安尼惊一跳，互人惊一跳，因为这无合情理啊！上帝哪会叫伊的即个特别精选出来先知去带一个遮尔？袂堪的查某人吼，
伊是这要代表什么代志？代表迄个时阵人的心，甲因的行为吼是真歹。咱爱知，咱圣经中呢，上帝讲咱甲伊的关系是啥物关系？爸囝对毋对？咱是伊的儿女。啊，伫咧即段何西阿册内面，上帝佫用另外一个关系，讲咱是伊的啥物？咱是伊的某，吼，伊是咱的丈夫。所以用一个婚姻家庭的关系来解说上帝甲伊的对象关系，来形容上帝甲伊的对象有一个律约的关系伫咧中间。即段圣经用一个违叛婚姻来形容对象甲上帝甲人是真特别，可是嘛真安怎？你看了后，你拢会想到讲是安怎会讲即个婚姻破碎的家庭？你也来想看卖啊，上帝伊的心是安怎要用即个比喻？你就感觉实在真贴切、真适合。上帝伊吩咐出淫妇的即个吩咐呢，我想何西阿伊本人是听到呢，应该是安怎？一开始嘛是真无愿意，啊有想到伊厝内底人的感受无？可能伊的爸母啊，吼，亲戚朋友嘛，拢会生起来安怎阻挡。毋过咱看到上帝伊个提出一个啥物？上帝伊提出啥物代志？上帝讲，因为即个所在人换惊淫乱，离开耶和华，吼，上帝家己是安怎叫伊去做即件代志的原因讲出来。即个是一个比喻讲，因所犯的罪，亲像安怎淫乱共款，吼，即个罪对着关系有真大破坏的力量，你有想着？咱常常是讲，想着即个，像咱讲的即个王力宏即个即个偶像明星，伊劈腿、约炮、招妓，这拢是败坏的行为，这拢是罪，对毋对？这罪就破坏了婚姻关系。这个经文呢，佫强烈地表示讲，罪对人甲上帝的关系嘛是遮尔啊可怕。你毋通讲啊，罪咱是小小一个无心之过。笑笑过伊过去啊啦，吼，无代志。再甲恁讲，罪是彻底打上帝的脸，羞辱上帝，吼，破碎了人应该互上帝专一的即个爱。即个罪就是安怎无忠心。即个比喻就是咧讲，以色列人就是罪人，罪人，因惊淫乱的代志，违反了夫妻之间专一相听的即个关系。以色列人毋是上帝好媳妇啊，因就是无想要甲上帝过生活，因用别个代志，用找另外一个爱人来伤害上帝的感情，绝对无忠心。兄弟姊妹，圣经有教导咱讲，婚姻是一世人的代志，会使轻易来离婚无？上帝起初创造的心意是无爱人离婚的哦。啊，毋过伫咧摩西的时阵，摩西讲好，会使离婚，但是唯一会使离婚的条件是啥物？对，就是犯了淫乱，才会使来离婚。你有想着为虾米上帝会透过摩西安尼，互摩西有即个感动，讲会使来为着淫乱的代志会使来离婚无？单即件会使离婚是安怎？我着直接看着吼，上帝不爱人离婚，但是因为即个淫乱，你知影受着即个背叛之后，伊是偌尔啊疼，上帝伊家己有亲身经历过。所以知影面对，管是某还是翁婿，一方去淫乱吼，的即个痛苦，人要承受即个痛苦是非常安怎艰辛，是安怎心安尼如做一火安尼疼。所以呢，上帝明白讲，人行袂过即关，伊了解着伊要选择离婚的即个苦衷。上帝伊呼召即个先知何西阿，侍奉的即个目的甲方式，
就是用伊的性命，用伊的家庭，搁有伊的囡仔，吼，所受的遮个苦，心互身体体会到一个最红塞，面对互心爱的某安尼放杀气绝的即个悲伤甲愤怒，就亲像啥物？亲像上帝，耶和华上帝，伊为着伊所听的百姓来伤心，因为伊放杀上帝的感情。当何西阿，你有想过无？当何西阿有即种的心情了后，上帝讲：你去甲你的百姓，甲我的百姓讲即件代志。伊讲出来的感觉，你想的是安怎？伊一定是流着目屎，足痛苦伫咧讲，会无？因为伊就是即个感受啊，吼，所以伊伫咧痛伊的同胞的时阵，大家真正感受到伊的感受无？感受到伊的疼。甲上帝的听共款，所以伊讲的话，伊互百姓的即个劝解，有足有力的无？有搁较有力。啊，弟兄妹，上帝伊常常吼，就是透过有经历过痛苦的人，诚做会落入共款苦难中间的人的帮赞，听有明着无？因为当行过、受过伤害、有受过这个痛苦，这个当真正感受到别人的痛苦啊！甲这个咱讲的悲伤的人同齐悲伤，甲哀哭的人同齐哀哭，是毋是？诚做一个会使用同理的心去陪伴、去支持别人的人。所以咱来想，家己姊妹，当咱落伫咧这个苦难中间。你要真惊惊无？还是讲一直行袂出去，一直咧抱怨？你爱换一个头壳来想，就亲像你遮讲的，上帝拣选你，透过即个艰苦，要互你成做伊的器皿。因为当你行过来，你体验着的时阵，你会使成做上帝的器皿去帮助连落伫上款痛苦中间的人，是毋是？所以你即马伫苦难中间，你也来想，上帝你要互我学啥物功课，我甲学起来。即种功课，即种问题，阮当是有别人嘛需要我来帮赞伊、陪伴伊。你爱有对上帝来的力量甲智慧，上帝会赐互你力量，讲我愿意，我愿意成做上帝的器皿来去帮助人。安尼你就会亲像即个何西阿共款，伊虽然伫咧苦难中间，可是伊代表上帝讲出来的话，真有力量。接落来经文呢，咱会使看到上帝透过呢这厝内面的三个囡仔，因的名来表明着上帝对即个婚姻状况，百姓对伊的态度，即个状况的回应。第一个名是啥物呢？耶稣的。耶稣的呢，是上帝做出审判，就是你要战败国家要灭亡。而且耶稣的代表的是死亡甲流血。吼，这个来讲到旧约的历史，这记伫倒位呢？记伫迄个王记下第10章的所在。上帝咧王记下第10章，上帝呼召啥物？呼召啥人？呼召耶户。对。从咱北国的王，迄当阵的王是亚哈王，甲伊的王就是即个亚西德，伊个性别。上帝派即个亚户甲伊开始，吼。即个亚户呢有听上帝的话啦，毋过呢伊家己嘛有主张，伊个先煞甲南国的即个亚哈谢王，甲伊70个囝，你有听到即段无？出残忍，70个囝拢甲开始。佫有足侪伫咧拜巴力的偶像巴力的人吼，伊搁较关掉的安尼甲因开始吼。所以上帝讲伊要惩罚，要处罚，因为即个耶户实在出残忍吼。上帝讲伊要追讨伊的罪，要审判伊，伊的王位才会使传到第4代人。吼，咱拄仔有讲到历史吼，咱拄仔讲何西阿即个时阵是倒一个人做王？耶罗波安2世，耶罗波安2世就是耶户安尼算来第3代人。所以即个时阵，为什么上帝要透过何西阿讲句话？
就是要互帝释了解讲，我讲过的话袂安怎，袂长大。即个审判进入会临到你，到第4代。可能呢，咱看到即个时阵，全部的以色列民族拢安尼背叛上帝，拢对上帝无忠心。其实上帝对伊讲，你有甲恁的先祖耶和共款啊，我讲一套，你做一套。一开始就无将上帝放伫咧心内，拢是诡计甲欺骗。所以可能伫咧即个耶罗波安二世死了后，刷落来即个王撒迦利亚王做王的时阵，伊是第4代，伊甲做6个月，就叫刺杀，吼。经过耶和的王朝，咱讲南国是正统的大卫王朝，啊，地国呢一直伫咧换无共款的人做王，毋是家己的后代吼，所以因就乱的。即个耶和的王朝甲4代人，了后就换别人做王啊，吼。对何西阿来讲呢，伊对讲即个上帝派伊讲话了后，大约30年了后，即个以色列的疆就是指以色列的军队，因的力量。以色列经过军队安怎，就向拍败，互啥拍败？互亚述帝国来拍败。吼，经过北国向掠走，有的人向安尼搬走官位亚述帝国去。你请问你会感觉历史足趣味的无？你读但以理即个册的时阵嘛，足侪历史的，吼，对，所以咱毋知佫读袂啥顺的人吼，佫无啥了解的人，伊就转去按迄旧约历史书来看，伊就了解上帝到底神伫咧讲啥物话，吼。第二个，过来咱要看第二个名，第二个囡仔的名叫做罗罗哈玛。罗罗哈玛的意思就是上无要认定你啊，上帝恩赐甲伊的认定已经无伫你的身上啊。上帝的听，咱知影是永远无煞，但是你因为上帝的听无青梅吼，咱讲爱没有盲目，像你的爱不是盲目啊，毋是无感觉哦，伊嘛有感觉，上帝嘛有感觉，伊嘛知影你是怎样对待伊的哦。搁来，上帝听嘛无勉强，伊互人有选择的机会，所以有一句话讲吼。无回应的仁慈是空的，无好好的原谅是假的，你听到无？所以你无回应的听，是得袂到迄正经的听，听无？你无回应，你就得袂到上帝的听。上帝因为听伊的百姓来利用，但是百姓无回应即个听，所以你知影，像迄。太阳一直拢伫咧，啊！你着闭伫咧厝诶，无要出去晒日，敢晒袂着你？无吼，一直伫咧听，上帝听，一直伫咧，可是百姓却感受袂着。上帝想要恢复即个关系，要医治因即个背叛的歹毛病，但是因拢无要反悔，无想要来看病啊。是反对待上帝，所以因得袂着上帝的认定，甲下顿。但是呢，即个第7节有真大诶无共款。第7节是对象来讲，对南国诶犹大来讲诶话。你看着吼，上帝讲伊要认定犹大即家是安怎？因为咱即摆看着上帝对即段咱就知影讲，上帝毋是全部诶人拢坏，拢要放杀，毋是安尼。伊是担要放杀遐诶无忠心。无忠心的人，当时呢，迄个时阵呢，犹大甲以色列情况无啥共款，因是忠心，然后听上帝，有回应上帝听，尤其是即个，咱拄有讲即个以西家即个王的时阵，上款啊，北国去了亚述帝国灭无去，然后因就往南方落来，再来攻打即个南国。即个时阵呢，希西家做王，伊安怎呢？伊祈求上帝，吼，祈祷，
仰望上帝。所以人到犹大呢，会使得到上帝的疼，得到上帝的保护，会当脱离这个危险。所以咱即马就知影，即这两只经文，咱就爱知影，人回应上帝，找上帝，这是得到人命的关键，是毋是？吼，兄弟姊妹，安怎会使得到上帝的这个人命甲应允呢？就是回应伊的真实啊！咱讲上帝伊是听的时阵，咱搁爱亲像啥物？有一句话叫做“小鸟依人”，对不对？安尼挖着上帝心坎。心情专心来爱慕伊，另外上帝是盾牌，安怎啊？较紧闭咧伊个身躯的人来闪避灾难。讲上帝是灯，咱就无伫咧黑暗中，搁爱向上帝来行去，互伊的光照着咱。哈！你即摆你有听白哈认得我咧讲啥？这个是回应上帝，你才会使。得到上帝伊本身要互你的疼，上帝伊本身的这个大宽容，上帝应允你的这个代志，拢会真实发生伫咧你的生命中间。咱来继续来看第三个名，第三个名是啥物呢？罗亚米，罗亚米的意思就是讲，你毋是我的弟媳，这是对上帝眼光、上帝角度来看，讲你毋是我的弟媳。啊，对人的角度呢，对好些来讲，这个啥物意思？你毋是我的囝。啊，你姊妹，即摆人迄缘的关系拢毋是啊，所以即个婚约的关系就是安怎？就破碎啊！以色列人伊无忠心，行淫乱，即使上帝想要安怎？解除婚约，听会明对无？而且。婚约就是上帝甲以色列百姓的约定，因毋是搁属于上帝啊，因的身份就要改变，因为因家己托付着另外一个人去找另外一个爱人，所以兄弟姊妹，你也会使看到以色列人即马伫安怎，因伫个即个南北两边安尼分开了后。足侪帝国来攻打伊，伊个袂亡。因的人抢，圣经讲抢，跑来跑去，因宣布这个以色列民族伫个世界流浪，甚至咱知影，伫个但以理书里面有讲着讲，咱伊尾后受着真侪灾祸，不管是。罗马帝国的时阵，影响俘虏、向攻打，甚至有足侪罗马的王拢是真残忍。还是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会记希特勒，是毋是？伊个啥物营？叫啥物营？集中营。希特勒伊甲因拢关做一个所在，安尼逐工，而且用毒气，那个集中营关的拢是以色列民族的。好，咱来看这三个名，一个比一个佫较无好听，佫较歹听。这就是这个妇人人，伊就是比喻着讲以色列人，伊甲丈夫就是伊甲就是以色列百姓甲耶和华的关系，因为行为无检点，心意呢暧昧。无确定，所以关系愈来愈害，最后安怎无法度来挽回。上帝讲，切啦，兄弟姊妹，上帝的行动甲话语，拢是警告，可毋是无法度改变的哦。我阁强调一下，人的回应上重要，人的回应才是决定结局会怎样的关键。想看卖，我讲过倒一个先知，上帝本来要做审判，到尾煞互全族拢换过来。水雀长老很棒，他每次都有听得很清楚。我讲过约拿这个先知有无？上帝搁派约拿去甲这个尼尼微城的人讲，搁过40日，恁个全部要安怎？灭亡啊！但是最后尼尼微有灭亡无？
无呢，因为因安怎悔改，上帝佫改变了原来的即个审判，互伊有活路。另外呢，上帝也捌即个亚利米，表示着伊的心意。伫咧当亚利米伫咧即个烧柜人的厝内面，看到即个烧柜的人呢，伊用土做即个器具，上帝就甲亚利米讲啥物呢？我好是轮到一族，也是一国讲，我要甲因拔起来，要甲因拆毁，要甲因毁坏。我所讲的迄个，若是反悔离开因的歹，我就要退回所想要降互因的灾厄。弟兄姊妹，你有听到无？若是反悔离开因的歹，上帝就安怎退回，无要降灾祸。这是上帝上大的心意，也是上帝伊下派先知。为啥物要先差派先知啊？就是要互你有一个啥物机会？对，要互你有悔改，要互你有反悔的机会。啊，上帝就安怎？会使无真正的审判，吼。所以我拄仔有讲吼，你安怎样回应上帝，是真大的关键。后面咱搁要来看即个，咱拄仔讲三个名一个约吼，咱来看即个约，即啥物约呢？第10节开始，即个第10节吼，甲真头前的几节的情况完全无共款，敢若一幅图本来是安尼支离破碎的家庭，对毋对？即马即幅图看起来，哇，遮尔水！即个是一个真好的，敢若一个梦境，一个愿景。上帝将本来讲你毋是我的囝，即马上帝变做你毋是永生永活上帝的囝，是安怎有遮尔大的改变呢？安怎有遮尔大的改变？咱哪会记得上帝一个足实在的代志？咱的上帝是一个遵守约定的上帝。咱对即个海沙袂牛的、袂顺的，这段你有想到旧约啥物代志无？旧约圣经里面有写着，创世纪无毋对，就是亚伯拉罕之约。上帝伊无伫即个伊对亚伯拉罕讲过讲，伊要赐福互伊的后的子孙。对，你的子孙要像即个海沙遮尔多，天顶的星算嘛算袂清楚，遮尔多，吼。所以，弟兄姊妹对咱来讲，咱是毋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圣经有甲咱讲，咱因着信主耶稣基督，咱嘛成做亚伯拉罕的后裔，会使得到即个福气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还会记得上帝的约定，上帝对咱的疼是无受到时间、空间，是讲足侪安尼中安尼人安尼车大饼安尼过来改变，袂上帝无。上帝自头到尾拢无改变伊要疼咱的心，伊拢一直按照着伊本来的计划伫咧执行中。虽然中间你看乱糟糟，吼，但是上帝一直伫咧执行哦。其实上帝对伊百姓的性情有了解无？伊一清二楚呢。你看，伊知影以色列人会背叛，上帝一直知影因的毋是安尼的人，上帝。主将带因离开埃及了，你想看下一路上发生啥物？发生偌侪代志，上帝拢吞忍啦，对毋对？一直咧因带因，上帝知影因无忠心，歹毛病一堆。但问题就是，到位以色列人拢毋知影家己有歹毛病，因一直感觉代志也无啥物严重啊，生活就是安尼过啊。所以以色列人一直拢无感觉家己有错误。要发生啥物代志？上帝替因备办好的赦免，因个因为家己无感觉，即个赦免有存在无？我拄仔讲，亲像日头伫遐，你无出去晒，敢有晒袂着？上帝赦免一直伫咧，敢若即个免死金牌，若要开头啊，你搁把伊摕出来用，安尼有路用无？倒滚落去啊，是毋是？倒个开落去。上帝赦免对因一点仔意义。效力拢无，
因为伊毋知影家己犯错。以色列人的淫乱，甲上帝互因的老鼠下蛋之间，敢若有一条大沟有无？你看着即个人两边的山冲一个大沟，吼，伊咧搬袂过去，需要搬过去，安怎搬过去？就是人爱知影家己有罪，爱会晓来认罪。上帝伊即马就是想尽办法，要互罪人安怎醒过来。人必须知影家己有罪，才会使得到上帝赦免甲恩典。当以色列人无认得上帝替因做啥物，上帝领受啥物，上帝受到偌大的伤害的时阵，上帝讲好啦，我先派一个先知甲恁讲，所以叫何西阿去带即个做行淫乱的即个查某人，伊要叫百姓醒过来，知影家己的罪。当以色列人毋知影讲上帝，毋知影因家己罪大恶极的时阵，上帝就替因备办好一个，你有会记得无？亚伯拉罕之约，上帝就替因备办着一个叫要互万国祝福的即个号的是啥？耶稣，是毋是？上帝就替因备办好即个耶稣，要互万国祝福的即个号的耶稣，好叫所有罪人会使安怎？因为耶稣穿过即个大沟，会使得到上帝备办的即个救赎。上帝会使搁一届接纳所有的以色列人，这叫做真以色列人。保罗讲的哦，真以色列人，是安怎是叫做真以色列人？咱是毋是真以色列人？是，咱就是因为信主耶稣，成做真以色列人，会使得到即个上帝要互咱的福气。头前讲，伫啥物所在对因讲，你毋是我的百姓，将来嘛要伫遐对因讲，恁是因我上帝的囝。就算讲国家已经安怎毁灭啦，向亚述帝国灭亡啊，也袂当阻挡上帝本来的计划。咱发现讲，上帝审判惊灭亡的日子，总有一天会结束。迄个时阵，上帝要翻倒转来，要做啥物？要拯救，要祝福，倒来复兴伊的百姓。所以迄个时阵，何西阿的日子，伊讲本来讲罗亚米，毋是我的子民，了后要互应信上帝真正的百姓来取代。上帝伊要赐福奇妙生命的大权能。叫即个新一代的人，新一代的人会使重新会得到活的新的即个活命，会使恢复甲上帝亲密的关系。就亲像伫第11节伫讲的哦，伊讲犹大甲以色列这两个国家要安怎要合作一国，要团结起来，然后要归顺比赛啊，耶稣基督。即个信息的中心就是啥物？要和好。国家甲国家和好，人甲人和好，人甲上帝和好。所以耶稣的毋是审判的意思，是伫讲上帝咧调转伊的心意，要来建造，要来栽培的意思。咱过来，你若看到即个第2章后面的第2章21到21节。22节，你就会使知影，这讲的耶稣的意思，就是讲上帝要安怎祝福，上帝要开始祝福哦。伊就讲，我要应允你，有满谷，有新酒新油，吼，耶稣的百姓拢会使食这个物件，吼，这个所在要得到能力。所以，而且讲耶稣的灵，就是上帝所建造、所栽培的百姓。这个是咧希腊文无共款的所在啊。如果为历史来看，耶稣就是安尼吼。啊，对文字来看，伊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解释。吼，这个听起来，敢若上帝有一个新的百姓咧，有一个新的约定要互新的一群百姓。这有感觉亲像亚里利所讲的这个新约，
上帝敢若要立一个新约，是透过耶稣基督互咱的新的约定。上帝要行一个奇妙的权利，要透过耶稣基督，把这个福音互咱，要建造公义，要收割人民，好栽培出伫伊的这个性格的子民。咱拢是伊新约内底性格的圣洁的对形之民。所以，伊伫咧第2章第1节，伊就开始讲，有2个新的名，安怎新的名？本来叫罗阿米、罗哈玛，即摆2个新的名要叫做啥物？阿米、罗哈玛，就是讲你是我的子民，你是我所疼、所怜悯的，即要完全来解除了本来即个疏离的关系。所以咱，弟兄姊妹，咱爱来会记咧，即个犯罪即件代志。做即件代志是袂用个消灭上帝的爱，听有清楚吗？做当会使甲，敢若会亲像咱甲上帝分开，但是上帝的爱有一个无？啊，你爱安怎关过即个罪来去甲上帝面前，得到伊爱，听呢？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对，因着上帝有怜悯的疼，做人有缘有希望，做人一样有希望。上帝的疼，上帝的拯救，一直拢会记咧，阿妹，爱记咧，上帝的疼，上帝的拯救，一直拢记咧。你爱互家己有一个力量，家己心内底有坚定来对家己讲，毋管安怎，我要做上帝真正的百姓，性格的百姓。无论我是啥物代志，我就靠着上帝的名，靠着主耶稣的名。来甲上帝面前恢复着甲伊的关系，得到上帝的疼。但是要伫咧恢复，然后被栽培，咱爱一直伫即个约内面坚定咱的身份，袂通离开。上尾要来讲着即个，咱拄仔讲嘛，咱拄仔题目叫做上帝要互咱的爱情吼。咱嘛讲，咱要对上帝的爱情观。来记着，咱安怎来对即个世界遮尔多爱情的观念，咱哪来分清楚，啥物是对上帝来的，啥物是咱爱来尊敬。第一个就是讲，上帝伊非常尊重即个约定婚约，这是无改变的。上帝爱是专一的心，爱忠心。而且呢，上帝讲你无可爱，了紧，我共款爱你。所以上帝是一个接纳，伊珍惜，无管付出偌济代价，伊就是要爱，要疼咱，甲咱当做宝贝。爱情是安尼哦。第三个，伊无爱做小三，伊无爱小三，毋管你是三角关系还是多角关系，还是讲哦。做伙一2天，吼，咱讲的一夜情，其实不是一夜情，根本没有情，是一夜性，吼，这种关系上帝要爱无？伊无爱这种的，吼，伊要爱的是无保留的，是专一的疼，是对他直到永永远远的这种疼。上帝互咱的爱情，甲世间人所想的、所会使做的、所付出的。非常无共款，兄弟姊妹，上帝要互咱的疼，就亲像拄仔秦孝棢因弹的这个诗歌叫永不分离，永远无分离的这种疼。你知影你爱来，咱爱需要来回应上帝，咱才会使真实来得到这个疼。兄弟姊妹，互咱搁较勇敢，无惊吓，来到上帝的面前。搁一摆，甲伊来好好，恢复咱甲伊力量的关系。搁一摆，伊来委身，成做上帝性格的对象。阿妹，互咱三个来祈祷。上帝感谢你永远无分离的疼，互阮了解着爱专一、爱忠心。上好的方式就是来回应着你的疼，也来疼你。感谢你为阮备办好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拯救阮。祝阮有福气，由你继续来帮助阮，常常伫你的话语内面来反省着家己。祝
赐予阮一个受教的心，会当听的耳孔，伫你的面前来承认着家己是罪人，来认罪，来求你紧紧来赦免阮的软正，赦免阮所犯的过犯，好叫你的恩典、你的能力会当安尼临到阮的身上。感谢着你安尼遮尔啊有决心，要来听阮。主啊，你嘛互阮的心坚定，伫你的听内面，常常来甲你三角连结。感谢着主，感谢着你，嘛来教示着阮安怎来维持着阮的爱情，维持着阮的婚姻家庭。主啊，阮要听探你的旨意来行，互阮来恢复甲你的关系，嘛着我来恢复甲阮的家庭的关系，互阮力量，安尼按照你的心意来行，互阮有专一的心。来面对你，面对阮的爱，面对阮的家庭。感谢着主，安尼祈祷为靠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多谢恁团组甲咱分享。我听了以后，我有两个心得啦吼。头一个就是讲，咱检菜抱着即个甘愿爱的心情吼，甲上帝即个交通，我想心情无共款吼。第二项，既然是甘愿爱吼，千万毋通做后人啊吼，爱会晓回应吼，对上帝爱会晓回应。好，咱即时来来听信息。回应上帝话，咱的新信息321首，我主我救主，我真爱你完全。即首嘛是我的妈妈上喜欢的诗歌。来，有掌声起立。我
出来是我同学。咱做奉献的祈祷，慈悲疼惜阮的天父，阮感谢你，愿知你听阮，恳求天父圣事圣神感动阮，互阮会当专心来听你，亲像你听阮，互阮会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敬拜保罗你，服侍你，做一个顺服你所欢喜的囝儿儿女，阮。所有的拢是你所赏赐的，阮答献出灵力淡薄的金钱，做你教会圣工的路用，恳求天父降纳，咱感恩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日讲新的朋友，加无啦吼。哦，咱只是三个人来，咱今日的求助好无？咱先开手部吼，伊就是看后边的导演片，咱做伙来读今日的求助吼。哦，咱请，因为我亲亲是无分是死是活是天使是将来的，是现今的是将来的，有安宁的是权是亲。做为拢会给咱必上的命，就是咱主所罗马书第13会因为我相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将来的，是现今的，是将来的，有关联的，是关亲属。是法的是做为拢会变得咱地上的上帝，就是咱主基督耶稣所为罗马书第家庭为主导，我简单来报告。刚才还佫第2华语礼拜，请服侍同工继续麻烦。礼拜后妇女团嘅4楼有聚会。请欢迎几位朋友参加。下晡1点，教会要做大扫除请咱当照即个安排即个所在来进行下晡1点半伫邦桥教会要召开互助会员大会请会员去参加。小会报告咱为了要鼓励咱。兄弟来写即个新眼光读经的即个传统字，咱有设一寡奖励办法，就是讲，你若每一季写8张，就是8摆以上，咱会送即个全年礼券一张100块。另外还有即个家庭奖就是爸母甲较袂成年的子女做伙写以外到8次每一人讲8次以上，咱就加送一张。佫有一个3代同堂就是阿公、阿嬷、孙做伙来写
共款吼，咱一柜吼，若有安尼完成3代拢有时阵，咱另外有即个送即个礼券吼。咱即摆原则上就是讲，咱若会使吼，3个月一柜吼，咱拢写好以后，甲订做伙，摕来到会，就免后礼拜摕来吼 ，OK， 财务组报告就是讲，咱个人的方面的名册吼，已经大力公布啦吼。请咱去确认看即个金额有应答。若假设有应答，咱以2月初六进行用即个美银指示来提出吼。另外，若有需要奉献证明的兄弟，嘛请你伫2月13进行吼，你公布若有一个表格吼，一个表格吼，让咱做定义。另外嘛感谢真侪兄弟参加事业上的个别性，也继续有伊个为作来带导。第一项，咱教会总务处专家伫1月24到26，要前往参加这策蒙的附加灵修旅游。然后，但是咱用赖或者是较务处的手机或者是找咱日手的顶落，电话顶落。好，2月初拜2是旧历年新年下头的即个初一，咱伫9点要举行即个新春亲谢礼拜甲团拜请咱专家大势拢来教会来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迄天嘛有准备即个京剧红包甲即个天父给他爱的子女的信在经上请咱兄弟踊跃来提。咱伫2月20要调规会员大会就是讨论会，请咱各团体相关的这资料较紧提交。交即个总务处或者是升达执事，好，会员名单嘛会家己公布啦，然后闹交期的嘛，请咱以2月初六进行动政长老的提出。好，咱来看见即礼拜寿星好无？即礼拜有寿星有满书记书、郑泽兄、都有。有90名这是满意主义来，咱看个好不好？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上帝多多祝福你咱即个奉献的部分，咱家己看，万一若有出力，咱提出评审咱即时请牧师张牧师来，互咱来做。要祈祷以前请迄个职业的太太有钱起来甲大家敬一下头谢谢大家参与来。好，咱是今日咱三个来祈祷为着咱本身的需要，咱带到的对象以及咱目前所拄着的代志，也是整个世界、台湾、国际所拄着代志，咱非常祈祷。主安的上帝，阮三甲主真伫你面前，因此学老对于话三甲谢，领受你的教示，但即时看见你，也特别讲咱三甲弟弟，阮领受了上帝你，伫阮生命中，伫阮整个世界内。阮必须伫遮来行来甲遵守的，就是要怎样来回应甲上帝你的关系。你即时也特别甲阮三个弟弟，为着阮所备办福音中心，就是阮的教会，互阮整个兄姊妹，咱同心敬拜、服侍你受造就的所在，会当宣扬带领，互我一个人的权利，会敬拜中心主，可能特别为着阮来备办。阮即时的备办甲准备，也是你大大的祝福。特别伫即个新的一年的开始，拄少的手啊，伫新版1万9个参牧师甲正向姊妹因的需要，甲因伫遐所谈所讲所行做一切，也是你大大的祝福。新的一年，阮的计划、阮的活动、阮的时间，都可能会当互阮参名理会，伫所思想甲思考的，以及阮共同伫遮参与的，拢会当得到上帝你的欢喜。阮三甲伫遮来服侍、敬拜、带领，是引带搁较侪人来跟你主，跟特别也到阮三甲弟弟。
所以也特别讲，阮遮个身躯病痛、艰苦，定安的姊妹三较伫咧，看顾因咧需要顶面的领受你大大的恩典，特别医治帮助的手放入因的心情，来安慰本身，也安慰因的厝内人，并且关心因的每一个兄姊妹。就会出外出国的兄姊妹，问你国外生活行做学习。拢会当得到上帝你的看顾，特别是这疫情，抑搁伫遐流行的时，让各守因帮助因，特别是自主管理的顶面，应该当领受上帝你大大的恩典，伫咧生命中来领受甲你中间我亲密的关系，主肯特别看顾才会出外的兄弟姊妹，各你安慰手也伫厝前的心上，互伊。伊的日常生活甲一切拢有上帝甲伊三角伫咧看顾伊所行做追求甲明白的，应该会当有上帝你行做伊最大的帮助，兄弟姊妹甲伊三角分享，也甲上帝你建立亲密的关系，就祝福伫伊的心情。阮兄弟姊妹需要，阮所摆咧伫面前的求祷，阮代祷的对象，主肯你特别。阮伫祈祷中听阮的祈祷，伫祈祷中，上帝你的神应允帮咱坚固祝福伫阮每一位代祷者的心情。我一摆从阮本身完全献上摆咧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是来吟上的诗384首，愿主赐福鼓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地上帝的疼痛，三享受圣神的帮助，甲因带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